校歌喺校外手拖手，齊心保衛學校。我喺度同學校老師、同學相處得好好啦。我好中意間學校。九龍城東頭村嘅普仁學校已經有43年歷史。由於下學年1年級收生不足，只係得8個學生，被教育局要求下學年停辦小一。喺學校任職40年嘅校長今年退休，面對殺校感到好難過。咁我對學校嘅一份感情係好濃厚。咁我今年就將會退休，但係喺我退休之前聽到話學校要拆或者係唔俾學生我哋咧，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，同埋咧係俾我哋咧好唔開心嘅感覺。嗱，我好希望盡我最後嘅能力咧係爭取到校舍得保留啦。呢一間學校其中一個特點就係只要拱開後面呢一棟門，就可以行過隔離嘅東頭村22座。學校認為收生不足係受到房署將會清拆東頭村22座嘅消息影響，希望教育局考慮環境因素，容許佢哋下學年繼續開辦小一。亞洲電視記者趙雅靜報道。廣州打撈局派出嘅重型打撈